有些朋友一些困过後，轉到福建來節目嘅倆現場咯，係倆個翻譯係講到倆個紅色生產線啊，後來同大家來小解到嘅是係講到倆多嘅朋友見到新聞大變嗬，認真嗬，韓國安全無突，就是對時嘅倆到農產品來小解本所有嘅朋友可能好買得到啊嗬，然後做下嚟同大家講一下呢個上轉到節目當中啊嗬，而到本身頭先要講到。有青菜啦，有瓜果類，有柑咩啦，有梨嘅啦，還個有米嗬，還個有倆個小麥、細麥嗬，倆到哦，算起來真正嘅2-3年總按到有樣係不得了咧嗬，要是東強還是像做的按樣來講，是用有法度講嗬，都倆個按到呢時間之內哦，你都就做得種出按到按好嘅倆個產品，同大家來做一隻分享。一下呢嗬，既然係種出好嘅產品，頭先你都提到咧啊，一個米哦，你就講媽媽嘅老拿陣去搬一個，都係透過一個親戚好朋友嗬，大家來買。幾多識個後，當然回饋進來嘅嗬，都係講到食本好食啦，會做地呀都。其他按到嘅產品，全部透過按用嘅方式賣甜甜嘅，也係講頭先要講到透過網絡，還有乜嘅方式來賣？就是我們另外還會在就是有市集的擺攤，以及還有在南莊靠近老街的部分，我們有一間店面。南莊嘅老街也會有一間店嘅，對，一間店嘅專門賣你都去家嘅東西。主要賣我們的東西，跟我們有認識的一個做以有機的農作物原料，然後去做的冰淇淋的一家叫蜜朵莉的。對，按樣hình故所一隻，你講到店名嘅名按做乜嘅？叫做雷女良行。雷女良行啊？對。入名嘅有貼片嘅意思嗎？就是雷女這個部分，就是因為我們在南莊那邊剛好是有客家人，然後兩個原住民，一個是賽夏，一個是泰雅。對。那雷女的部分就是賽夏族的傳統的神話故事裡面的一個角色。對。應用到一個賽夏族佢哋嘅傳統嘅故事當中嘅一隻角色嗬，喺個鄉親朋友上可以提過，日點嘅名係用嘅來，當然來到南莊嘅時間，你都記得嗬，來入邊哦，來聽佢哋講故事啊，來問下嗬，也生來係用嘅嗬，學一名嘅大家提講係用嘅來嘅歌後嗬，有時間而都按用嘅一隻一個點嘅嗬，真係咧南莊老街嗬，來觀光來留了嘅人啊，東道啊，按用而都咁點嘅當然都要開。因為我們平常時間就是要農忙，就是要。你都搶2-3年聽聽。對，就是還有一個是他的就是我們這個世修這個朋友，他的高中同學，就基本上是我們3個人這樣。古所一點嘅係3年呢？就一起就是務農跟店裡面一起幫忙。全部都要來聽書啊，樣對。所以一下來講呢，就有限嘅人。就來店方聽書，也係講到有的人就去一個演堂來做這樣。對，那我們因為就是店面的部分，就是基本上就是開在6日，因為老街也是6日的時候比較會有遊客回來，對，所以我們就是會選擇在6日的時候，就是店面會讓大家進來參觀，然後來這邊消費。對。古時呢，鄉親朋友係講愛直接面對面嗬，來老二都講到買到嘢東西嘅時間，買到二都做嘅農產品嘅時間，都拜6、6禮拜咯嗬，因為拜1到拜5真係師傅呢無限，按到面冇買嘢都講農事愛做啦，喺個冇做都買唔到嘢嘅產品咧嗬，所以禮拜6、6禮拜日來到南莊路嘅時間嗬，就做一啲嗬，來一個類一間店嘅嗬，來看下啦嗬，你後生人佢都種出來嘅農產品咯，上來啊嗬，佢哋嘅成果係樣嘅嗬，就買進去嗬，來試試看下嚟嗬，講到廿尾呀嗬，都係拜6禮拜嗬，應該有一個上個有人買東西嗬，除咗你講買東西嗬，除了銷售哦，這個平台我們除了銷售之外哦，我們還就是除了你剛剛一直提到的一個文化的部分，對，你們除了賣東西以外，還傳達其他文化層面的一個部分。就店面部分來講，就是當然還是會希望跟老街比較，就是過去他們比較走商業的這個部分，相較於做一個區隔，對，然後比較有這個在地特色的，然後希望又是有一個理念，就是包括我們自己的農作所堅持的一些方法等等，對，那希望可以
又结合在地的一些文化，然后又跟我们自己在想要做的事情，有一些就是结合之后，然后让就是外面来的游客能够知道说，哦，我来到这个地方，然后除了来买农产品之外，要做得来了解到你了解菜地的文化吼，韩国菜地的文化历史唔係單槍係你客家，還有你嘅原住民呢。对，原住民有原住民的戶籍的人係嗎？对，就是我們有一個也是應該算說這個店面是跟這個原住民朋友所租的，對，然後他本身就是很會講他們自己族裡面的一些對神話故事，對，所以我們在就是賣裡面的一些商品，就是比如說你買一杯咖啡，那我們就會搭配一個故事給你，對，是一杯咖啡，或者是冰淇淋，就做得來談故事。對。哇，真是呢吼，也就是透過講到用嘅一種方式，然後有文化傳出去咧，文化內涵嘅部分，也就是講到也個做得來談，也個都菜地嘅吼，你原住民朋友記得嘅故事，還有客家咧。客家的部分可能就看，就是因為我們那邊這間店是跟另外一個朋友叫光爸的，對，然後他就是跟我們一起合開。那他客家的部分就是我們在2樓的部分有他自己個人的算是書房，然後會賣一些他自己個人的2手書以及所收集到的一些就是一些在地文化的一些資料等等的。對，那就他在客家文化研究的這個部分，也可以就是跟來這邊的朋友做一個分享。對，會有一些就是你有什麼樣的問題啊，或者是想要知道的事情，都可以去跟他做詢問，他會跟你解說這樣。然後即講客家啦，也係原住民啊，全部都也比較想要來了解一文化層面的部分要做得到，唔係單槍講賣產品天咯，然後一個文化來攞佢推廣出去咯。嗰三下來呀，頭先有一講到一個色咖啡，還有冰淇淋，冰淇淋當貼片咧，用嘅貼片哈。哦，就是因為這個冰淇淋就是它本身要求就是它所製作的原料，它都是跟當地或者是他所認識的小農，有點像是契作的方式，然後來做出來的，所以它的冰淇淋原料跟其他比較不一樣，就是當然因為成本高，所以單價會特別高，不過它的就是口味又比較天然，對，然後比較健康的。古所記嘅啦，橋面所係老我哋講，記得嘅做出來嘅冰淇淋係菜地嘅一道產品，嚇，然來去夾出來做出來嘅啦，或者較甜鹽嘅嚇，也做講到也味咧嚇，而到和老記得算係合作嘅，也係幾次搞到也開店。就是我們就是店我們開，然後我們跟他就是他提供冰淇淋，跟他進之後，我們自己在那邊賣。對，那在冰淇淋口味上，就是有2種，算是有用到我們的農產品，一個就是米，那它就用到米豆去加種嘅呀米，用米來做冰淇淋。對，它的名稱叫米醉香，就是醉是那個酒醉的醉，是酒醉的醉，米醉香，對，就是就是我們用我們的米，然後去釀成的，對，酒釀這樣子的方式。那另外一個是橘子巧克力，那橘子的部分就是我們甘咩巧克力，對，呀，巧咪咩當貼片咧，對，然後這是就是這2個我們有一起算是合作的農產品製作的加工的冰淇淋，也在你們的雷女這間店才吃得到，還是說在這邊才吃得到？因為他們的店面除了在我們這邊之外，他們自己開設的就是有在南投的日月老茶廠，然後以及在台北的2個點是圓山的，然後一個是在好丘的，對。那因為它的口味就是會依他們自己製作的時間方式會不一樣，對，所以可能比如說你這個禮拜去，那下個禮拜可能又會換不一樣的口味。那他們其實也一直在做一些新的嘗試，對。好，也就係講到嘅你嘅也個
类也演巅峰啊吼，迄个乡亲朋友有机会来到南庄的世界吼，做迄做得来也比来食下冰淇淋来食下咖啡来谈下故事吼，韩国嚟来买下也讲讲后生人种出来的也都农产品咧吼，真是讲到空间吼安全吼，对湿润度真是对那个身体係冇负担的。好，除咗你講美容路平台，而到嘅拜六禮拜張開嘅店嘅以外，再過來咯，還有其他的蔬菜買得到嗎？哦，另外我們在每個禮拜，就是第一個禮拜的禮拜六以及最後一個禮拜的禮拜天，就會因為是不同的團體，然後我們有2個不同的市集，那我們也會把我們自己比如說當天有的一些農產品，然後做一些採收之後，部分拿到市集去擺攤，去販賣這樣子。古時候呢，也嘅市集來講啦，吼，佢大家都做得去買咩？也係講你要經過幾道，就是有沒有一個資格，就是一個什麼樣的農產品，或者是它有沒有什麼限制？哦，因為這2個市集。就是一個是苗栗當地有一個年輕人組成的一個團體，叫做捍衛苗栗青年聯盟。對，它主要是以學生，那他們希望可以在用他們的方式來去幫助當地的一些小農。那因為春市集這個部分是在頭份這個地方，那頭份也叫蔬菜。對，那頭份基本上就是人潮聚集會稍微多一點，比起在其他鄉鎮上，所以他們希望可以透過在這個地方讓。就是住在比較都會區的，或者是比較偏竹南或新竹的一些原客的朋友，可以有機會可以來這邊對消費，然後能夠吃到一些當地小農的產品，這樣。也係一張，另外一張嘞。那另外一個春市集，它就是剛才提到的一個逛吧，然後它由它來策劃舉辦。期待策劃嘅過後就大家都去嗰邊買東西。對對對，那這兩個點不太一樣，對，那性質也。算接近，可是也有一些不一樣的差別。那像妙妙市集，它主要還是算是販賣一些就是他所認識的那些家庭，他們自己製作的一些小的文創的一些商品，比如說袋子啦，然後或者是像皮包啦，或者是一箱飾品之類的。對，那當然也是就是透過自己的一些手工創意，然後能夠對。販賣給其他可以前來的遊客，這樣。哦，所以來野料的、來野看的朋友做得來買得到啦，吼，真實的吼，一隻係用講春春，一隻係做喵喵吼，兩隻私信啊吼，真實哦，全部都會買得到幾多嘅東西之外，咩要動有理念啦吼，因基本來手機就係也得講是講有共同理想嘅後生人幾多大邊嘅歌唱，雖然講冇一個講嘅，因講到總統嘅包裝吼，咩冇名人來宣傳，唔過幾多老土地嘅情感，真是因講嘅無濃無大喺動情嘅，喺講有機會來到南莊嘅時節咧，鄉親朋友就來你過來也會來食下冰淇淋咯，留喺你根本來打嘴鼓咯，嗬，基本上都嘢咯，安子些。好啦，先聊下，家下記得聽聽呢，運動先生，向下來好好運動咧。